巾帼斗艳，粤女争锋。CCTV SNG 粤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于2006年6月正式开锣。10位粤剧表演艺术家联名签发倡议书，引发20年来又一次粤剧大赛。来自江浙沪闽4大省市、3大赛区。28个专业艺术院团和艺术学院的200多位青年演员参与了激烈角逐。经过等待与期盼、泪水与欢笑的洗礼，今天10位金奖得主终于脱颖而出。上海粤剧院尹派小生王清。福建芳华粤剧团的尹派小生陈丽宇，上海粤剧院的张派老生吴群，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尹派小生张林，上海粤剧院的徐派小生李路燕，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尹派小生李肖文，上海粤剧院的徐派小生杨婷娜，上海粤剧院的副派花旦盛舒阳，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吕派花旦张艺清，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副派花旦董建红。历时4个多月的粤女争锋，今天终于告一段落。这些充满着朝气与活力的年轻粤女们，正经历着一场破茧化蝶的蜕变。衷心地祝福她们明天更加美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我们是在上海一湖舞台向大家现场直播粤女争锋粤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颁奖晚会的实况。非常高兴，今天晚上由我们4个人一块来主持这台大家期盼已久的颁奖典礼。是这样的，那么刚才呢，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我们粤女40强代表共同献上的一曲《月花美》。这首动听的粤歌为我们今天的颁奖晚会拉开了一个美好的序幕。大家知道吗？这首《月花美》，它的词作者就是我们德高望重的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它的曲作者就是我们上海粤剧院的著名作曲陈军老师。大家的掌声告诉我，今天2位老前辈都到场了。看得出来，2位老前辈对于粤女们的期盼。我们通过刚才的这首《月花美》，可以说也很好地表达了新一代粤女们的心声。粤剧从1906年诞生到今年2006年，已经走过了100年的路程。100年啊，朋友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精心呵护，粤剧这朵原本并不起眼的小花，如今已经出落得有模有样，而且在中国戏曲的百花园地里那么的引人注目，那么的让人骄傲和自豪。所以我建议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感谢1个世纪以来为粤剧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好。亲爱的朋友们，
由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梨园擂台栏目和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百姓戏台栏目联合主办的粤女争锋粤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历时3个多月。我们说，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一同见证了粤女们的成长，也感受到了粤剧迷们的热情。这次大赛推出了新一代的粤女们，同时呢，我想也是向粤剧的100年诞辰献上的一份厚礼。本次大赛一经推出，便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大赛呢，吸引了来自江浙沪闽4大省市的28个专业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的200多位青年演员争相报名参赛，其中有不少呢还是20岁以下的初出茅庐的小姑娘，真可以说是粤剧在新世纪的一次划时代的新秀大点兵。3个月来，我们观众争先恐后的踊跃程度和热情指数，充分说明了戏曲不是没有观众，粤剧不是没有市场，演员不是没有舞台。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戏曲很有观众，我们的粤剧很有市场，我们的演员很有舞台，特别是我们的戏曲观众最可爱。同意我这观点吗？还要加上一句，今天我们的叶慧娴老师很有激情，对不对？不是，这个掌声啊，确实发自于内心。我想这个掌声也是我们所有喜爱粤剧的观众最希望听到的掌声，对不对，朋友们？那我想呢，我们新一代的粤女啊，确实是没有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失望。他们在舞台上呢，脸庞虽然是还显得有些稚嫩，他们的表演呢，或许还有一些生疏，但是呢，他们一路走来，从初赛到复赛，直到决赛，他们个个啊都是信心百倍，并且呢，在舞台上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才艺，他们尽情地享受着这次比赛。同时呢，我们也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新一代粤女的精神风采。说得太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丹桂飘香的金秋时节，青春靓丽的粤女们的付出也有了回报。在今天晚上这个隆重的颁奖仪式上，我们将为大家颁出金奖、银奖和最佳新秀奖。我想，粤剧不光是粤剧迷们的粤剧，它也不光是粤剧演员的粤剧。粤剧，它是中国的粤剧，也是世界的粤剧。今天晚上，我建议大家，让我们释放出我们所有的热情，为我们的粤女们，为我们的粤剧鼓掌、呐喊、助威吧！
4组8人的18相送确实过瘾。对，每个组合是一位名家，一位新秀。真可谓是一次多角度、全方位的视觉享受。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一点也体现了我们越剧界传统的这种传帮带的美德。你看，为了让我们的越女们在台前绽放光彩，我们的越剧名家们在台后花了多少的时间和心血，为他们排戏辅导。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心都是很齐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越剧事业代代相传，更加的兴旺。这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越剧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啊！越剧让他们着迷，越剧让他们魂牵梦萦啊！听说参加这次大赛最小的选手只有14岁。对，那么这位选手呢，就是来自浙江艺术学院附中的郭倩云。别看他年纪小啊，他可是40强之一，实力不可小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小将的风采。我们有请郭倩云为大家带来《白蛇传》断桥，掌声欢迎。君妈妈奔出了金山穿堂，
谢谢郭倩云的精彩的表演，朋友们。郭倩云呢，今年只有14岁，可以说是这次大赛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选手了。14岁，和这些大姐姐们同台竞技，勇气可嘉。是的，那我们这次比赛呢，也是自1990年举办的江浙沪粤剧大奖赛以来的又一次粤剧界的盛会了。遥想16年前呢，那个时候参加比赛的，你像方雅芬呐、陈飞呀、吴凤花，他们已经成为了现在粤剧界的中流砥柱了。相信呢，通过我们这一次的粤女争锋，一定也会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粤剧演员，成为新时期的粤剧领军人物。是啊，我想大赛呢，不仅是推出一代新人，更主要的是扩大了粤剧这个剧种的影响。说到粤剧这朵流行于江南的艺术奇葩，我想人们喜欢它的理由会很多，但是我想它唱腔的优美、表演的细腻以及演员的亮丽，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了。是的，那我们的粤剧啊，不但是借鉴了像戏剧啊，还有电影啊一些表演方法，同时呢，它也向昆曲、京剧借鉴了一些程式化的表演方法。很多的老艺术家都是这样教导现在的演员的：一定要博采众长，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呢。说得太好了！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何倩娜、于咪、张艺清、吴群带给大家的技巧表演，大家欢迎。
啊
万次总是风，几块来走雨来日，紫金环山。什么大青龙为万有大百兵，款款不着天色晚，急急忙忙不进城南，老夫常练曲子，一分一分往长生。反贼怎了我的本种是种类，生是生。凡谁不争我的分，紫禁城要杀一光。乱纷纷，王的运动走不动，京城走。宽是风，三不当作两不走，两不当作一不赢急急忙忙朝前老夫常练八文生，真是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心一跳。幼一老师，你怎么心一跳啊？是啊，如果说以前对越女有几分喜爱的话，啊今天我又增加了几分敬重。啊还是那句话，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说得好，自古英雄出少年。本次大赛呢，为了让更加年轻的越女们小河赶路尖尖角，还特别为20岁以下的选手啊设立了一个最佳新秀奖。对，巧得很，两位王牌小花旦李旭丹和夏意呢，都获得了最佳新秀奖。他们的特点呢，是年纪轻、形象美，得到了观众和评委的好评，认为他们很有潜质，前途不可估量。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2位新秀奖获得者呢，也将和越剧名家合作，为我们带来经典的唱段。首先，请欣赏的是李旭丹和著名王派花旦单养平带来的《红楼梦》劝带，掌声欢迎。句句话。
相思起的娘，就无母子并卡相陪家人哟，梦见今日里面见来怀念光。园中姐妹谁相好，总是那个露宿谁故心肠。此心人只有八个。从小去儿兵是梦谁衣裳，几年来心天心儿把十月度，秋水四海难测量。因此我愿为情人事做情，我为他日做情事也怎忙？心中是千丈挂肚，开不开？好姻缘有时人生有渺茫。啥时今生难期望？为什么何以负心怀，何以负伤？啥时今生有期望？为什么各一座各伤？该一度强。不与谁此次相如此缘，心宽理人怕呀迷上。两代王派传人一曲劝代，真的是情真意切，非常的感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林妹妹，更要送给17岁的小林妹妹。好朋友们，接下来呢，要请各位欣赏的是由最佳新秀奖获得者夏意义和著名徐派小生郑国凤共同演绎的《春香歌·爱歌》。凤香，我们后不来对过花年之夜，花年之后，你我两人便做什么你别拿
上跟踪，谁知道你我终于两相逢。四季当中四季天啊，四季当中四季冬，春香当当的朦胧叮叮咚，是一颗春香朦胧朦胧真香恩情中。我在边天上迎河水，你边天上将我陪。就是那千年还在沙漠关，海水源源，是天来呀！海水那与鸟儿哈，我呀别上树上飞，鸳鸯鸟。低谷起山落水间，上高空到巨响。但愿天下有情人，多变同名鸳鸯鸟。其中一对你与我，是有是在我逍遥。但愿百年时君逍，但愿百年生不老。我要把月亮捆绑在天空照，我是明月下山羊。从今月光换成风浪，把你脸色四季香。好，谢谢。大家都知道，王文娟老师王派的演唱特点是自然流畅、平易质朴、真意切、韵味醇厚，所以两位呢确实有小王文娟的味道啊！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为获得最佳新秀奖的3位选手颁奖。获得最佳新秀奖的选手是按姓氏笔画排序，李旭丹、金梦超和夏意义。我们掌声欢迎他们3位上场。刚才呢，这个李旭丹和夏意义都已经为大家表演过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间的这位啊，是来自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副派花旦金梦超，掌声送给他。金梦超呢，今年20岁是吧？19岁啊，哎，孟超啊，这个年龄很小。这个你比赛的结果是不是超过了你梦想的？是不是？是的。叫金梦超，对不对？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你看我们现在花旦怎么都个头那么高，但是不能再长高了。这个小生不能配了，再长下去啊！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待会儿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节目？
待会儿带给大家的是3寸金莲彩跷跟长绸的结合。这也是你复赛当中的一个节目，对不对？那金梦超的舞蹈呢，经常是带给大家惊喜，我们也期待你出色的表现。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3位颁奖嘉宾，他们是 OCA 春竹集团执行副总裁郑俊杰、上海东源博鲁家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锦川和上海殷宝华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殷宝华，有请3位为获得最佳新秀奖的选手颁奖。好，让我们再次向获得最佳新秀奖的选手表示祝贺。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本次大赛组委会呢，还为积极参与和支持我们比赛的观众朋友设置了一个大奖。根据事先的约定呢，就是要在全部猜中10名金奖获得者的观众当中呢，抽取1名幸运观众，奖金是5000元人民币。那么，千羽，你知道最后有多少观众猜中了呢？肯定很多了，因为我们这个踊跃参加的这个观众很多。我告诉你，结果是1个都没有。没有啊，0票。因为我们的比赛呀，确实赛场风云太多的变幻，对，悬念是太厉害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临时做了改变，就是在猜中8名金奖获得者的观众当中，抽取20名幸运观众。这个奖品呢是价值500元的观摩券。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行我们的现场抽奖，有请我们的4位抽奖嘉宾，他们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梨园擂台制片人、粤女争锋粤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总制片人滕海涛，SMG 综艺部电视戏剧部副主任、粤女争锋电视挑战赛总制片人尹庆一，相果国际集团副总裁胡国辉和景德镇市康益陶瓷影像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卫康先生为我们抽选20位幸运观众，我们请每位抽奖嘉宾抽取5个观众，我们把这个名单放在这里的托盘上。好，每一位抽选5个观众。叶老师，您再重复一下，我们获得的奖品是？价值500元的观摩券太好了。因为接下来我们有更精彩的活动，是吧？谢谢。我觉得这里要特别感谢一直支持我们粤剧的观众朋友啊！这份奖品呢，是对你们一份小小的回报，一份心意，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抽奖嘉宾。这里呢，我们会另行电话通知的。我们有请燕生、芳菲。好，我们祝贺这些获奖的幸运观众。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说到粤剧的行当呢，分为4大类，那就是小生、花旦、老生和小丑。因为粤剧呢大都是演绎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戏，所以呢小生和花旦的演员呢也比较多。但是这次大赛呢，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涌现出了3位优秀的女老生。没错。那么通过这次大奖赛呢，真的是出现了3位1级棒的女老生，她们就是吴群、王小玲和蔡燕。她们3个人呢，用自己精彩的表演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评委，同时呢，也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舞台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呢，我们要请出3位女老生当中的2位，一位是王小玲，一位是蔡燕，我们欢迎她们2位上场。好，掌声有请。2位好，2位我知道都是张桂凤老师的学生是吧？对。张老师今天来了吗？今天张老师他身体不好，所以说他没来。为什么？
因为他为我们的决赛选段在选择上面，他花了很多心思，所以说他晚上失眠，一直睡不好，所以他病了。哎呦，那非常遗憾啊，他就看不到今天的这个颁奖典礼了，是吗？啊，那不是的，因为老师上次跟我们说过，这次因为是直播，所以他说在医院里面有电视机，他可以看到直播的。哦，那太好了。哦，那么张老下面师现在还在医院，正在收看我们的现场的电视直播呢。那有什么话要跟老师讲？是的，我想对老师讲一句：你是我心中的骄傲。张老师，你是最棒的，我们等你回来，你很快会好起来的。我相信张桂凤老师一定听到了。如果您此刻正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直播的话，我想说的是，您今年已经85岁高龄了。听到两位您年轻的晚辈对您的祝福了吗？我也建议大家，我们用现场最最热情的掌声祝福张桂凤老师早日康复。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欣赏他的2位爱徒的精彩表演。我们欢迎他们。
好，谢谢王小林和蔡燕的精彩的演唱，两位女老生果然是气宇不凡呐。是的。刚才他们唱的是《金山战鼓》，里面的这个韩世忠的形象可以说是我们粤剧文武老生的一个代表形象了。你像老一辈的张桂凤啊、吴小楼，还有徐天红，他们都是著名的老生演员。可以说呢，他们的表演非常的质朴，也是非常的感人。他们为老生腔的创立也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今天他们看到自己的徒弟、自己的学生在舞台上有了这么出色的表演，一定会感到非常非常开心和欣慰的。没错，说完了老生，我们再来说说花旦。哎，芳菲，你知道吗？我觉得通过这次比赛，最高兴的老前辈恐怕就是傅全香老师了。哎，为什么这样说呀？你知道吗？不管从初赛、复赛，还是到后来的决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傅全香老师是无数次的亲自坐到观众席里，来到现场，为他年轻的学生鼓掌加油呐喊。哦，你知道吗？在进入20强的选手当中，有好几位都是傅派的弟子，他能不高兴吗？那肯定会高兴的。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欣赏由他的爱徒，也是我们这次大奖赛银奖的第1名裘丹丽和著名的粤剧演员钱惠丽为我们共同送上《玉簪记》中的偷诗这个选段。我们欢迎。
分明见子天
谢谢裘丹丽，谢谢钱慧丽的精彩的演唱。哎，芳菲，通过主持这次的大赛呢，我有很多的感触，也有很多新发现。哟，你又有新发现了。我想全国不少的剧种和院团的招考演员的标准，恐怕要借鉴一下我们的粤剧喽。哎，这又为什么呢？您看看我们的粤剧演员，不光唱作俱佳，而且长得也漂亮。哎呀，特别养眼，是不是？没错，您看刚才那个裘丹丽，我相信以这样的条件演影视剧应该也不成问题啊。哎呦，你这已经给他做上宣传了。不过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裘丹丽呢已经是拍摄过一些影视剧了，包括我们这次所有粤女争锋的这些粤女们，她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能歌善舞。哎，她们呢在影视界呢也有一些涉足，但是呢之所以还能够坚守在粤剧舞台上，完全是出于对于粤剧的那份执着的热爱。你说的太好了。我想在这方舞台之外，外面的世界同样很精彩。这些粤女们呢，也面临着这样那样的一些诱惑。我想，正是由于粤剧的独特的魅力，还有他们的执着追求，最终使这些可爱的粤女们坚守在了这方舞台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大饱眼福了，因为呢，下面呢是一组粤女表演的精彩歌舞。掌声响起来！Stella
的云朵展开，你的眼里闪着温柔的阳光。这世界变幻无常，如今你又在何方？原来我无法陪你走那么长，别人的天堂不是我们的远方，不需痴心别遗憾。展开，你的眼里闪着温柔的阳光。这世界变幻无常，如今你又在何方？原来我无法陪你走那么长，别人的天堂不是我们的远方，不需痴心别遗憾。今晚是哪里的云朵展开，你的眼里闪着温柔的阳光。这世界变幻无常。请你又在何方？原来我无法陪你走那么长，别人的天堂不是我们谢谢乐女们的精彩表演，真的是乐女也疯狂啊！您看看芳菲，刚才就是跳吉普赛舞的这个张派的女老生吴群，跳的还够狂野的吧？这没法说了。这个他在舞台上表演起来，刚才那个我们的摄像还在讲呢，说没想到他跳起这个女人的舞蹈，还是非常的这个洒得开。他刚才在后台特别兴奋跟我说什么？这是我在乐女争锋的舞台上第一次演女人呐，过瘾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颁发本次大赛的银奖。本次大赛的银奖得主呢，按姓氏笔划排序呢是王华丽、王柔桑、王小玲、吕亚娜、金梦超、夏意义、谢丽丽、裘丹丽、蔡燕、廖海杰。
好，我们有请这些获奖的选手上台领奖，把祝福的掌声送给他们。是的，同时我们要请出今天银奖的颁奖嘉宾。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老师、徐玉兰老师、王文娟老师、周宝奎老师、毕春芳老师和尹响峰老师。好，我们用热情的掌声请出这些前辈艺术家。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颁奖仪式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传承。我们的这些颁奖的艺术家都是70、80岁高龄了，为这些晚辈的学生们来颁奖，这正好符合了我们戏曲的一个传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些获奖的选手，也送给颁奖的各位老艺术家。谢谢，谢谢你们。你看，我们老艺术家一上场啊，就点燃了现场的这个热情。他们都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前辈艺术家。但是呢，今天晚上呢，也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的表演艺术家范瑞娟老师呢，因为身体欠佳，没能来到颁奖晚会的现场。对，人没来，但是心到了。心已经到了。为了表达对后辈的寄望，他专门写了一封贺诗，而且呢，指明要叶慧娴老师当场宣读。这个，我想范老师啊。现在一定坐在电视机前，但愿我能把他的心情读出来。寄望后辈，100年越剧，100年情怀，越女争锋，越女静美。一代新人满台生辉，多才多艺，竹菊兰梅。百花争艳，笑迎未来，艺术苦旅永对寒岁，永不言败，无惧无畏，永不言弃，无怨无悔。暮年无梦，新戏舞台，月愿春天，寄望后辈。一德一品，相传代代，再铸辉煌，舍我其谁？好。范老师下得好不好？我相信粤女们一定会听你的话，我们都会记你好的。叶老师，你这两句这个范派对范派啊，这个味道我们都听出来了。这儿我们也把掌声献给我们的范瑞娟老师，祝愿她早日康复。谢谢您，范老师。朋友们，素有人间天堂的美称的杭州啊，它既有这个迷人的湖光山色。又以自己多元的文化气息吸引了中外的朋友。是这样的，那么这次可喜可贺的是呢，来自浙江小百花的2朵小花李肖文和张艺清啊，同时都得到了金奖啊，再次显示了浙百的不俗实力。那么接下来欢迎2位金奖得主为我们共同演唱《孔雀东南飞》的《惜别离》，大家欢迎。
真的是人美曲更美，我们的掌声是不是也更加的热烈一些呢？谢谢两位金奖的选手。其实这次的大赛啊，可以说是看点多多。那么最大的一个亮点呢，我们观众朋友应该都记得，在决赛的时候，我们特别设立了一个创作展示和即兴演唱环节，要求我们的每一位乐女们用越剧优美的旋律来演绎中国古诗词的意境。比赛的现场这个效果可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环节加的非常好，也非常必要。你看我们这些老艺术家就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一位演员，如果你有创作能力的话，你的艺术生命往往更久远一些。对，那么在比赛当中呢，我们的乐女们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尤其是来自绍兴小百花的尹派小生张玲的一曲古筝弹唱《将进酒》啊，是把这个古筝的悠远、古诗词的深沉以及越剧的婉约结合得恰到好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张玲再次把我们带进这浓浓的意境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怕发，早是青丝暮成心。深深的意修行观，莫使竞争空待月。
还复来。古诗、古曲、古筝、古韵啊！这张琳既是才子又是佳人，说得太好了，叶老师。那接下来呢，一位真正的佳人将翩翩而至了，也是一位金奖获得者，同样呢也是来自绍兴小百花，她就是傅派花旦董建红。那么今天呢，董建红将为大家演唱的是傅派的名段《情叹行路》，掌声欢迎。
这样解放光教育到成千佛才人虽之相负，得按着那往回去走。哎呀，盼年呀，倘若那辈新生倘不脱财，我定要将出的命来摘。谢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再请一位这个金奖的获得者，是来自咱们上海越剧院的副派花旦盛舒扬。别看这个舒扬啊，个头挺小的，很娇小，但是我觉得在他身上体现了超越年龄的大气和沉稳，这是一个花旦演员非常难得的。那么今天呢，他将和著名范派小生张瑞红一起为大家带来《青山红袍》选段，我们掌声有请。相公，是我。相公，相公，到书了，来也。句句在我自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相公，你怎么总是到那几句呢？子曰：“有儿时节子，不应有无；与朋是远方来，不应有无。”你悄悄。他登前朗读生言句，一声地来，一声你看他眉扎脸对轻描，时而深思，时而笑，真是的相公都曾经叫声把宽好，红旗天香也多送，愿他腾飞。
成语红袖添香夜读书，你怎么连生人的话都不听了呢？我转过身去，不让你看。哎呀，转过来，转过来！啊，你不好好读书，又在挖墙，娘我死了，我的死了，不能死了，娘子可就破香了。娘子，你来看。哇，你这双眉目，翠翠啊！我不要看，不要看，身上都有点双眼睛，什么要娘子，我的书读不进去，你总不能怪我不用功啊！要怪你生的一双眼睛，四次娇美，四次迷人，叫我还有什么心情读得下这冷冰冰的书嘛？啊！你不好好读书，巧怪我生了这双眼睛，本来就是嘛。娘子，你还记得我们初次相会吗？你在绿上，你那绿波轻轻一扫，我在绿下，我的马鬓似水逐落。是那一回，我就迷上了你这双眼睛。要知道你这一双眉目呀，何必让我今日把我的亡灵儿子给了去了？今生今世，我只要生着养子，活着养子，我就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了啊！相公，你说的这些都是真话？自然是真话了，只有娘子的眉目才对，我就什么也不要，休想让我用功读书。相公，劝他读书读不进，宽大眼睛望眼睛啊，难道总是牵引我无计可施？去杀人有心无须与我自己杀人，你看他哪像一个公孙神？相公，就是我要他从此动到去功名。公
了娘子的眼睛，你就不能好好读书了是吗？是啊，娘子的眼睛不再明了，你才可以安心读书了，对吗？对呀。娘子，我是和你开玩笑的呀，我就是不愿读书不想做官，只与你的眼睛有缘好叶老师，接下来呢，我要为您介绍4位尹派小生，他们分别是陈丽宇、王清、张林，还有李肖文。说得好，燕生，你现在是戏曲方面的专家。您过奖。你看这尹派演唱的特点就是深沉隽永，缠绵柔和流畅舒展。没错，听我说不如听他们唱啊！接下来我们请4位金奖得主联袂演唱何文秀的选段《桑园访妻》，乐队指挥我来叫板，啊，去呀，走着。茅塞为得胜，莫非就是杨家门陪我上前把门开？为什么今天把这门关起？耳听那边无声响，不见娘子你王妃心。万月只藏在我家长巷内宽分明，哎呀，长开高来宽。
放水去莫向内望，只见一间小草房，小小城台扫上把，可莫教育两旁，三字清香炉中茶，荤素菜园做上房。天外爬响红灯天郎鸟，第二位又见鱼儿扑鼻香，第三位相认蘑菇等豆腐，第四位把菜香馆炒千张，第五位姜烧五道牛牛，第六位将鱼花椒在花上，茶碗一碗酒一杯，桌上筷子有一双，哎呀看起来古人为我做39年，关家的娘子心上。谢谢四位尹派小生靓丽儒雅。我相信此刻坐在台下的严响芳老师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欣慰的。没错，你说的太对了。亲爱的朋友们，这次大赛呢，可以说是继1990年的江浙沪越剧大赛之后的又一次越剧盛会了，只是相隔的时间有些远，16年。我相信有了新世纪的这次越女争锋好的开头，以后的越剧大赛绝对不会相隔这么长时间了。一定会的。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这次大赛呢，应该说也得到了江苏、浙江、上海、福建等越剧团体的大力支持。在这儿，请允许我代表主办单位谢谢你们了，谢谢。好，那下面呢，我来宣布一下这次大赛的组织奖得主，按笔划为序，他们是上海越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绍兴小百花艺术中心、杭州越剧院、福建芳华越剧团、南京越剧团、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杭州三江越剧艺术团、宁海越剧团。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是的，我们用掌声向获得组织奖的各个单位代表祝贺。下面呢，我们有请组织奖的颁奖嘉宾，他们是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党委书记杨文宏，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总监助理李守进，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总监助理李纯博，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副总监郭宇，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监制金磊。有请各位颁奖嘉宾。有请各位。好，谢谢各位颁奖嘉宾。是的，我们看得出来，颁发组织奖的各位嘉宾都是两家主办单位负责具体工作的各位领导。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获奖单位，也感谢颁奖嘉宾，谢谢他们了，谢谢。谢谢。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叶老师和钱云。叶老师啊，越女争锋争得真好。不仅争出了可爱的越女们，也争出了一批呢新的观众群体。我就听说很多年轻的观众啊，就是通过看这个越女争锋呢，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越剧。他们觉得越剧挺好听的，也开始喜欢这个越剧了。不过他们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吗？他们说你们叫越女争锋啊，是不是唱越剧的侪是女啊？
这越挺有意思的剧当然不全是他们不女演员，了解其实越剧啊也有很多剧团都是男女合演。对，只不过是在越剧创始的时候，那时候社会呢是不允许男女合演。你看京剧四大名旦都是须眉男子，越剧最早的时候呢也是有男子来演出的。是的。随着越剧发展以后呢，人们发现这女班的演出啊，比较受欢迎。所以女子越剧就开始发展，再加上越剧界呢出现了一些睿智改革的女子，使人们对越剧呢就更有所认识了。那么新中国诞生以后呢，又开始提倡男女合演，又出现了新的男子越剧演员。可能是越剧女演员出名的比较多，所以人们认为这越剧只有女演员了。好，我们的叶老师，你看如数家珍啊！所以我们在把这个鲜花和掌声献给台上的越女们的同时，我觉得更不应该忘记同样出色的越剧男演员。我建议我们也把同样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们，好不好？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所以在今天的颁奖晚会上，我们请来了2位越剧好男儿展示一下我们的越南风采。我们请许杰和徐标新为我们演唱《双珠凤》里的《送花楼会》。好。加油，好男儿！心匆匆，命把花送，那顾得可是也你是当空。比姑娘门旁看心神，进得过来我无穷啊！小姐呀，分心万中初见面，神梦里多情一缕真知逢。从此前世凡侣佳人间，后门四海难相逢。此情一片难自知，我马身投靠金府中。我为你头儿看了多少，我为你三手下咽做事动。老母远盼儿不回，童儿灭子无影踪。所有光阴非永远。今日定能结家用，谁知小姐冒风浪，我满腔欢喜有空。我中大三用水情已俘虏，最想到还他夫人命，我把莲花送。今日我要倾吐中上表心意，愿小姐连在西家我用。自奉奉你在我身边已所用，让你今日与灵通。小姐跟前传我意，这也好是现场你立大功。上好之梦几几醉，但愿得今日能够结家用。
好，谢谢两位的精彩的演唱。哎，是的，那你看刚才这个越南的演唱啊，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呢。是啊，刚才芳菲你知道吗？在后台有一个人要自告奋勇带领3个越南来向越女们祝贺呢。哎呦，我看呢，你不说，大家可能都知道他是谁了。我先介绍一下他的3个学生吧。好，一位叫齐春雷、裘龙，还有王国阳。你说的分明不就是越剧王子赵志刚吗？没错，今天呢，赵志刚率领着他的3个学生来演唱的是杨乃武选段，这分明就是越南 F4。好，谢谢赵志刚率领着越南3节的演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上海的天蟾逸夫舞台为您现场直播的越女争锋越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的颁奖晚会。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说到戏迷啊，严格的说，某种意义上就是流派迷。哪一个戏迷都希望自己喜欢的流派的演员获奖，因为是比赛，总要有个结果。但是我们说，对这些越女们来说，路还长，日子也还长，年轻不言失败。我想说的是，退一步讲，谁赢了
都是越剧赢了，谁红了也都是越剧红了，大家说对吗？今天呢，我还特别要告诉大家，让我们非常感动。今天84岁高龄的徐玉兰老师身体不适，今天还是坚持来到了我们的颁奖晚会的现场。我们再一次感谢徐玉兰老师，谢谢您，徐老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2位徐派的选手，一位叫杨婷娜，一位叫李露燕，带给大家的是脍炙人口的《红楼梦》金玉良缘。林妹妹，今天送古董进天上三金，是一件参星买的是江西兄弟收遍了子儿，把家期待，总算是东园桃子西园绿，今日一想一次在从今后呀，与你趁着早起在花灯，寒夜挑灯把米菜，天香亭里外树花，不与谁饮。满身世道断水分不开，这真是宁我谁和终于不啊，女郎织女齐聚会呀。朋友们，今天是天上人间从古到今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儿，大伙说对不对？好，现在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啊！我们要宣布本次大赛的金奖。获得粤女争锋金奖的选手是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清、张琳、吴群、李露燕、李肖文、陈丽宇、杨婷娜、盛舒阳、张艺清和董建红，欢迎他们上台。现在我们掌声有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张华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滕俊杰上台为他们颁奖。大家欢迎。让我们全场响起热情的掌声，表示衷心的祝贺。朋友们，奖杯沉甸甸的，这份荣誉
来之不易。袁老师啊，这个此时此刻啊，你一定有话想说，对吗？是的，我非常激动。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你们好。我坐在下面确实非常激动。历时3个多月的与你争锋豫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通过激烈的竞争，产生了金奖、银奖、优秀演员奖和最佳新秀奖，同时也产生了豫女争锋新秀14枚。在此，我向获奖选手表示热烈的祝贺。那么袁老师，根据你的这个倡议啊，我们就把台上10位金奖得主啊称为是粤女10姐妹，好不好啊？朋友们，好不好啊？好，我觉得这个说法呢也一定会载入史册的。谢谢您，袁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袁老师，谢谢，谢谢。我想我们粤剧的下一个100年的希望就在他们的身上，让我们再次把祝福的掌声献给他们。好，祝福他们。粤剧的振兴呢，要靠我们的10姐妹，更要靠千千万万个姐妹。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40强的其他选手上台和大家见面，有请。接下来为大家宣布的是获得本届粤女争锋新秀奖的选手，按姓氏笔画排序，他们是何倩娜、何梦来、徐琼、郭倩云、张登元和于咪，掌声祝贺他们。获得粤女争锋优秀演员奖的选手按姓氏笔画排序是王舒文、厉丹红、吴素菲、李旭丹、李艳、周燕儿、陈翠红、范小平、陈文婷、娄周英、于巧平、蔡洁、熊琪和薛巧平，让我们同样掌声祝贺他们。那我们此次大赛呢，也得到了社会各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要感谢40强奖品的提供，他们是景德镇市康艺陶瓷影像有限公司提供的彩色影像艺术挂盘，还有20强的奖品提供上海东源博鲁家珠宝有限公司赠送的红宝石白金饰品。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特别要感谢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独家外景场地提供，还有 OCA 春竹集团独家服装赞助，以及上海殷宝华投资有限公司的奖品提供。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说上个世纪的粤剧老10姐妹缔造了粤剧艺术的辉煌，新的世纪我们通过粤女争锋产生了10位金奖的获得者，我们说这是新世纪的粤剧小10姐妹。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他们的开拓创新，在以后的艺术道路上，我们也祝福他们更上层楼。新的粤女手里已经接过了粤剧的接力棒，相信他们在粤剧的这条跑道上能够再创辉煌。放飞青春，放飞梦想，粤女争锋，更高更强。各位朋友，今天的颁奖晚会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光临，再见。再见了，朋友们，再见。